早晨啊，咁多位會員，咁咧先同大家咧打聲招呼先。咁我係五姑娘啦，咁喺我身邊嘅咧有袁生。早晨啊，咁多位。好，早晨，咁咧嘅歡迎嚟到咧我哋12月嘅抽籤碼，咁咧我哋事不宜遲咧就先抽出第一個活動先。咁首先咧智能一族嘅活動咧就兩場咧都仲有名額嘅，就唔需要抽籤。咁所以咧我哋就去到第二個活動啦，就係自助按摩有苗法。咁咧日期就係12月9號嘅，咁上晝10點半開始。咁我哋會抽出30個名額同埋10位嘅後備嘅。咁請大家望住鏡頭啦，預備3、2、1。好，咁咧熒光幕我哋已經抽出咗30位嘅正選同埋10位嘅後備，係啦，咁咧我哋接住落嚟咧就去到第3號嘅活動，就係消防零距離嘅消防局參觀體驗日啊！咁咧我哋係12月10號嘅，咁就上晝11點，咁留意翻咧嗰個集合地點咧係喺長沙灣嘅地鐵站 B 出口啊！好，望住熒光幕，預備3、2、1。好，咁已經抽出咗咧20位嘅正選同10位嘅後備啦。咁啊，請中籤嘅朋友仔留意翻啦。咁跟住咧就係唱 K 啊，一齊嚟唱 K。咁分別有2場嘅。咁我哋咧一陣會先抽出咧12月11號嘅第一場先。咁就上晝9點3去到11點半嘅，係啦。咁大家可以咧望住熒光幕啦，預備3、2、1。好，咁10位嘅正選同10位嘅後備咧都已經抽出咗啦。咁跟住接住落嚟就會去到第二場，就係12月17號嘅。咁呢場就下晝嘅，就2點3開始。咁都請大家咧可以望住熒光幕留意啦。預備3、2、1。好，咁我哋抽出咗10位嘅後備啦，同埋10位嘅正選同埋3位嘅後備嘅。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會去到第5號嘅活動。咁第5號嘅活動咧就係玩聖誕扭扭樂。預備，我哋會抽出8位正選，3、2、1。好，咁咧8位嘅正選同10位嘅後備都抽出咗啦。咁啊，留意翻個日期係12月12號嘅下晝3點鐘啊。咁咧，接住落嚟下一個活動咧，就係我哋嘅睇電影啊，就睇《暴風追影》，係啦。咁我哋會抽出60位嘅正選嘅，咁請大家可以望住熒光幕啦。預備3、2、1。好，咁咧60位嘅正選咧，同埋10位嘅後備咧，都喺熒光幕度抽出咗啦。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留意翻個日期咧係12月13號嘅，咁就上晝9點3開始喺中心集合啊。咁接住落嚟，我哋就會咧7號活動咧就係剪髮服務嚟嘅，咁所以先到先得咧就唔需要抽籤啦。跟住咧，我哋就會抽出8號活動，就係知多啲，知少啲。咁咧日期就係12月16號嘅。咁我哋可以望住熒光幕，預備3、2、1。咁我哋咧抽出咗12位嘅正選啦，同埋10位嘅後備，係啦。咁啊留意翻就係日期係12月16號啊。好，咁啊接住落嚟就唔好停啦。咁我哋咧就去到咧一盞清心茶話會啊。我哋咧會抽出咧呢個活動咧就唔需要抽籤嘅，係啦，咁啊仲有名額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留意翻個時間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再報名啦。好，咁跟住接住落嚟就係第10號活動，就係自由行啦。我哋會抽出18位嘅名額嘅，好，預備3、2、1。好，咁我哋已經抽出咗咧18位嘅正選啦，同埋10位嘅後備嘅。咁日期咧就留意翻係12月17號嘅下晝3點鐘，咁就會去到發展局嘅古物古蹟辦事處度參觀嘅。好，跟住就係11號活動，咁就聖誕小手工，我哋先抽出第一場嘅手工。好，預備3、2、1。好，咁我哋咧抽出咗第一場8位嘅正選同埋8位嘅後備，咁留意翻咧第一場嘅時間係9點3去到10點3啊。咁接住落嚟，我哋會抽出第2場嘅小手工嘅。好，咁啊請大家望住熒光幕啦，預備3、2、1。
好，咁8位嘅正選咧，同10位嘅後備咧，都已經抽出咗啦。咁咧第2場嘅時間咧係10點半去到11點半啊。咁大家咧就分翻開第1場同第2場嘅時間啦。好，咁跟住咧去到我哋旅行啦，就係咧維多利亞港嘅夜遊參觀。好，咁我哋會抽出46位嘅名額。咁首先就抽出單人簽先。好，預備3、2、1。好，咁我哋咧已經抽出咗咧40位嘅單人簽，同埋咧10位嘅後備嘅。咁一陣間咧，我哋就會抽埋雙人簽嘅。咁留意翻啦，我哋呢個維多利亞港咧係夜遊嘅，咁會遊船河。好，咁我哋雙人簽咧，大家都可以望住熒光幕啦。好，預備3、2、1。好，咁我哋已經抽出咗3隊嘅雙人簽正選啦，同埋4隊嘅雙人簽後備嘅。好，咁請中簽嘅朋友仔就留意翻啦。咁咧接住落嚟係13號嘅盤菜宴啦。咁咧喺呢度咧先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啦，因為咧由於咧學校咧需要維修啦，咁所以咧呢個盤菜宴咧係啦12月19號嘅盤菜宴係會取消嘅。係啦，咁所以咧就請參加咗嘅朋友仔留意翻啦，活動係取消咗嘅。好，咁跟住就係去到14號嘅UNO， 係啦，咁啊可以留意翻熒光幕，預備3、2、1。好，咁我哋已經抽出咗8位嘅正選啦，同埋10位嘅後備嘅。咁啊日期係12月23號，係啦，咁啊大家就留意翻時間啦。去到15號活動咧，就係有知識嘅智能電話齊學習，咁佢分別有2日嘅，咁我哋會抽出咧12位嘅名額。好，預備3、2、1。好，咁我哋已經抽出咗12位嘅正選同埋10位嘅後備，咁留意翻個活動係有2日嘅，咁啊中簽嘅朋友仔咧就留意啦。跟住咧就係16號嘅 DIY 嘅一個面霜工作坊啊。咁啊，我哋會抽出15位嘅正選，係咁啊，可以望住熒光幕啦。預備3、2、1。好，咁我哋抽出咗咧15位嘅正選啦，同10位嘅後備。咁留意翻日期就係12月29號。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中心嘅活動咧就會去到景文樓嘅活動。咁咧，我哋會先抽出芬蘭木柱嘅，咁我哋會抽出10位嘅正選。預備3、2、1。好，咁咧10位嘅正選咧已經抽出咗啦，咁啊仲有4位嘅後備。咁留意翻咧，活動咧係去景文樓嘅父子道舉行嘅。咁另一個活動咧就係健康環。我哋會抽出都係10位嘅正選，預備3、2、1。好，咁10位嘅正選同4位嘅後備都已經抽出咗啦，咁啊留意翻都係咧要去景文樓度參加嘅呢個活動。好，咁咧我哋咧就會最後咧就會抽埋呢個粵劇嘅活動嘅，係啦，咁咧我哋會抽出20位嘅單人簽先。好，預備3、2、1。咁單人簽嘅正選同後備已經抽出咗啦，咁咧我哋就會仲有雙人簽嘅。咁留意翻咧，呢個就係11月30號舉行嘅，係啦，咁係星期日嚟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啊，我哋而家抽埋雙人簽嘅，好，預備3、2、1。好，咁雙人簽嘅名額都已經抽出咗啦，咁大家留意翻啦，好似正如頭先所講呢個活動係星期日舉行嘅，咁所以咧就留意翻個時間啦。好，咁咧所有嘅活動咧，今日我哋今個月12月所有嘅活動咧都已經抽出咗啦，咁啊請中簽嘅朋友仔留意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咧，留意翻我哋盤菜咧係取消咗嘅，因為學校維修，咁所以咧就係啦，咁我就同大家講聲再見先，同袁生一齊講再見，咁啊下個月見啦，拜拜。好，咁咧我哋會抽出埋咧19號活動咧，就係漫步人生路嘅女士生命故事小組，咁咧一共就有8節嘅。
係啦，咁我哋先抽出咧8位嘅正選同埋咧後備先，預備3、2、1。好，咁咧8位嘅正選咧同2位嘅後備咧已經抽出咗啦。咁留意翻咧呢個活動就正如頭先所講就8節嘅，係啦。咁咧最主要咧就會利用一啲手工嘅創作啦，同埋 AI 嘅生成圖片咧去重溫我哋重要嘅時刻嘅。咁更加會運用 AI 咧去即係體驗下咧我哋流行而家嘅人生四格嘅拍攝。咁咧就用我哋 AI 咧去記錄回憶，同埋咧用故事去重拾自己嘅。咁咧姑娘咧會再咧打電話嚟核實咧你哋嘅即係同你哋確認你哋正選嘅會員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就留意翻電話啦。好，咁咧我哋今日嘅抽籤就完啦。